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政府甲市议会做伙食饭，牵出着2条的传播链。即卖已经有13个市府的官员甲议员来确诊，包括2个副市长。所以早起这个市议会即阵，剩一个副市长陈子敬，还有几个局长嘛未当伫现场。这是由市议员真无奈哦，讲即款的即阵力度无够，所以改做线顶即阵。那如果这些一级主管哪当中有问题，那就瘫痪了。台中市议员段维武伫议会质询的时，问政府的官员讲，若是一级的主管拢较紧要安怎？伊会安尼问，是因为台中的官员参会有2条传播链一直扩大，2个参会地区13人确诊，包括2位副市长、5位局长、2个官员、2个议员、2位议会人员，即摆佫增加运动局局长以及地政局副局长议员李忠快太阳性，伫等 PCR 确认。就像今日这议会开会，敢若剩一位副市长陈子敬被询，来市府局处差不多一半拢是副局长。执行的力道跟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了，无效。我反而建议毕业的时候就全部采这个视讯的一个执行。联席参会最重要，每一个局科处的一级主管都想去探听议员要执行什么东西，几乎搂抱抱都有可能。到今天为止，还有1位议员来确诊。我认为还有议员跟官员隐瞒疫情啦。2位市议员真无奈讲，这款的质询力头无够，规气改做线顶质询，安尼会使看到局长。市政工作仍然正常在推动。这一点跟所有市民朋友报告，请大家放心。副市长陈子敬强调讲，官员确诊未影响到市政，拢有正常的运作。若是想要质询局长，会使事先甲议会申请进行事前的沟通。是讲2场参会地区病毒影响到市政府甲议会确诊的人数，敢会阁增加，影响到市政的工作，这互民众真烦恼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